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无人无呢。台语安尼写，无人无呢。华语的无精打采、没精神、提不起劲，台语讲无人无呢。你嘛较有精神咧，安尼无人无呢，敢做有成立？伊早暗失眠，今仔日是安尼无人无呢。无人无呢，呢要有两个音，两款意思。一个音是呢，一个音是念。用手指轻轻地夹东西，台语讲念；用手指轻轻地取东西，台语讲呢。念念香念田莴做蜻蜓。我明仔载要去甲同学的爸爸念香。细汉的时阵，真爱念田莴，甲田莴创治。若呢头呢，有一句俗语：头呢头念，一世人欠。爱甲人占便宜，手段无公平，业业，讲头呢头念，这种人一世人亏欠，袂好业。因为不义之财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侥幸钱是失得了。头呢头念的念，念脆皮，念大腿，念一块粿来食。今仔日的台语字，无人无呢，念香，头呢头念，实在真趣味。